踏入櫻花盛開嘅時節，好多朋友都計劃去日本唔同嘅地方欣賞櫻花。我今次就去咗四國香川縣嘅紫雲出山睇櫻花啦。被日本 Yahoo 選為櫻花絕景15選之一嘅紫雲出山，係位於三峰市。一年四季大家都可以自由登山，但係一到咗櫻花盛開嘅時節，當地就會實施人潮管制，大家要預約先可以登山㗎。片尾我會分享預約接駁巴士嘅流程，大家記得睇到最後啊！紫雲出山基本上可以分成兩個區域，第一個區域就係第一、第二停車場呢一度，另一個區域就係沿住呢條路上山嘅山頂公園啦。接駁巴士會喺呢個第一停車場嗰度停車，回程都一樣喺呢個地方度等車返落山嘅。第一站我哋首先會沿住山路上山，大概10分鐘就上到山啦。雖然今日天色比較昏暗，好彩冇落雨，啲花只係開咗5分。山頂公園嘅面積都好大，從山頂展望台望落去，感覺就好似被瀨戶內海包圍住咁，仲可以從遠處望到山羊、山陰同小豆島添。到達咗山頂展望台呢個位置，從高處望落去，一層一層嘅花海，又係另一種風景。唔知點解到咗呢度，大家講嘢都細聲啲。可能大家完全沉浸咗喺呢個寧靜浪漫嘅環境當中啦。紫雲出山應該係香川縣最旺嘅賞櫻景點，山上大概有1000棵櫻花樹，俾一望無際嘅瀨戶內海襯托住，咁靚嘅風景就係佢最人氣嘅理由啦。喺山頂有一間咖啡廳，大部分人都會入去休息一下先至落返山。我哋都唔例外，我哋飲完杯咖啡，食咗件蛋糕，我哋就慢慢行返落去第二停車場啦。沿住山路行返落去第一停車場，跟住指示就會去到第二停車場啦。呢度就係第二停車場最出名嘅打卡位啦。每次睇完櫻花都會有滿滿嘅幸福感，好滿足。希望大家有機會都嚟感受一下。首先，大家要喺2月、3月份開始留意官網，幾時可以開始預約。每年開始預約嘅時間都唔同，會因應櫻花開花嘅時間。不管你係自駕、坐的士、坐巴士，都要預約。如果遇上人潮高峰，徒步上山嘅朋友都可能會管制㗎。今年就由3月3日起可以預約3月25號至4月13號嘅登山。接駁巴士只有星期六、星期日行駛，單程票價1000日元，每日任搭2000日元。時間表清楚說明上落車嘅地點同時間，大家可以按自己適合嘅日期進行預約。我自己就訂咗喺觀音寺站上車，跟住再去父母濱睇埋日落。登入網站之後，跟住指示輸入資料，付款方式有現場付現金或者用網上支付。成功預約之後，官網會用電郵確認。如果需要搭回程嘅朋友，記得再登入網站預約第2程嘅班次。出發當日，我提前咗10分鐘到達觀音寺站。接駁巴士提前到達，工作人員會核對預約資料同埋收車費。我哋收到車票之後就可以上車。如果買咗全日任搭嘅，記得好好保留張車票啊！因為我只係試過預約接駁巴士，有關自駕或者搭的士嘅預約，我就分享唔到啦。大家睇到我呢一條片，可能已經過咗今年嘅櫻花季節。不過我希望呢一個分享可以幫到大家以後點樣預約接駁巴士啦。如果鍾意我呢段片，歡迎大家 like、comment、share 同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啦。